大家好，我係中原地產 Carol。指標性屋苑一般特別受歡迎，因為交通同生活都方便啦，租務同買賣都非常之流通。同你參觀一個高層兩房，實用面積524尺嘅單位，我哋一齊睇睇。大部分嘅客人都中意緊廚房，但緊廚房要夠闊落先夠實用。睇完第一部分，係咪都覺得唔錯呢？走廊位可以放置鞋櫃，衛生度都即刻提高10分。碧堤半島兩房景觀，大部分高層向山，低層深井市景，有少部分係望向海。海景單位成交價大約高10% 左右啦。由於單位層數較高，望向翠綠山景。洗手間夠闊落，又有窗通風。原裝設計係浴缸嚟㗎，如果想改造返，都有足夠嘅位置。第一間房業主做咗個6尺大衣櫃，2人世界做衣帽間就啱啱好啦。如果有小朋友，衣櫃做返細少少，空間都好足夠㗎。主人房如果改用返窄少少嘅床頭板，都可以三邊落床，仲有對流窗添。一個實用面積524尺嘅兩房單位，仲有窗台嚟講，實用度都好高㗎啦。如果有興趣親身嚟感受一下，記得聯絡我中原地產 Carol 啦。